不是说桃园县，所以不是说，比如说我中立啊，卢主，你们哪一个乡总头目，省安几岁到几岁做一个什么？几岁到几岁就被害，几岁到几岁几包单，几岁到几岁几包单，韩国那边有1年后有伊拉公安安伊拉阶层哦，打了1万万个吧，可以做，打了一大姑娘可能是5万万个吧，不过。Karena di sana Jewan Cinta dan aku, kalah bicara boleh lah, 那个，kalas 很晚上就是已经是头目的上面是顾问嘛，古墓，然后古墓的上去玻璃嘛，kalas 呢，我们kalas呢我好不然好，马上madrasah，我赞成你这句话，是不是？明年这1年以后1年以后，这是新的机长，我们所有的头目能不能有一个共识，对不对？还能大喊的给他搞海机长，还好班长给他机长当年好，俺们这来一路都给我做关系哦，包括明年等一来给他离婚，一路去蔡总行的，呀，上岸大好，那个张博士，你们撒完，你在那边。那个说的话你这我这边有写，但是我忘记讲了。Daerah Kabupaten Kutumuk可能不难哈既然呢我还有2年哈，最好是还有没有几个要给我竞争的哈，但是再给我一次好不好？改革是哪个管呢？是吧？好了也你慢慢等了哈，那个卢总的那个张博士，你还是撒湾的，你不要上来哦。你一直撒湾的，你比燕金山还大呢，对不对？总头目要联系。那我不敢，那就看了黄金城要不要出来？对不对？好，这个年龄阶层，明年我们再来做。我都算那总头目的哈。那masa apa kita ngecek kami讨论dengan阶层的马匹，那一个成员了，你决定可能黄国龙县总头目，你要召集我们所有的各乡镇的头目来开会。但是黑飞鼠那里哪个？自己想办法，因为你是县总头目这个问题你不能丢给他们，是你要上面进来问题还是要反正还再一个，我们罗总，罗总头目。Harapan kita好，因为我们现在我帮我觉得是不太那个了，不太合理，因为我们现在是16个族群，怎么样把它统一？好，还有一个呢，我刚刚把刚刚那个阶层的名字，我跟你讲，现在就要决定了。这次刚刚他怎么知道？希望就是说，我们所有桃园县的这个5阶层的那个名字一定是统一。你这个是这个观音，你们自己想办法呢。阶层最大，希望就是说我们所有桃园县的这个阶层的名称希望就是统一。大家见面的话5年50了5年50了，他就比较统一了。马上不过其实族群在这个16个族群稍微商量一下看看，看看少数的是不是要接受多数的，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做你这个一定要先做到，能够给他好，谢谢。你要我们说县级的名单，好，再开放一个名额，我们前任的县总头目。Pemamang keputusan tanggal sinsi在中行读信息在念上还有登录，不是怎么说呢？那是熬不一的你，怎么说呢？县总和你应该不论过桃园市的总头目这没有7种10种头目一定要到。这个各城市我们要专程，就是要头目要贴的，
多不算多啊，那到你这个礼拜后嘛那好，那你说你有多干嘛？那星期都多了多大了？该么了？个说呢，我呢，那星期大，年好呀，跟你们这样啊，协办头目协会，承办是原住民族教育协会，还有主办单位是部落大学。还有这个跟古台湾那么，因为这个部落大学应该好新鲜哦，部落大学来念，你等于把都没什么教堂的最好。啊，你为什么叫做部落大学的老师呢？年龄阶层，我们个阶层跟路，不必好，包括不公信息，都其实你都蛮早。Asa ka to sa to. Pakai ne na tomu ka kita. To orang tura na lintao. No kong hui gura lintao ja hao. 我知道是领导人。好，但是现在那头目啊，那不是不好的哈，那么啊，打嘛弄没。Awal aku tanggal maka di aku jadi dulu. Awal kira mu anane mau bahau tu. 这个俺们头目安那呢，嘛当摆都是那很多年呢，安啥呀呀，安得，这个咖啡单，这个有钱，嘛都是有个kerjaan，有tapang saja，tapang ada itu hal，个kerjaan，个kerjaan saja，有个kerjaan安那soalnya kita lakukan punya，个kerjaan saja，kita lawan，no，然后个kerjaan，那实力很强。 就可以干，ini na tomu anane mau kau harap dengan ini, saya itu kena tomu masa, ni ada tu Taiwan tu tomu, tengil hati, ketarawan ya, cuma begitu tu tanggal, saya pura hati saya pura sedih pura tomu anane, isam, pak Wambi， 谢谢。好，4个名额啊，这个阿来都适当那么说。 如果平常那么现级的现任的县总头目都副县总头目，那么把来都那地方那么都pasar都说哪里在，好，所以过来都大家那个部落大学的校长是李忠校长啊，伊拉鼓励在这里关系到部落大学的，由我们中校校长来做回答，请我们中校校长来，把班长干麦。 部落大学啊，转型了啊，真的转型哈。不是只有上课的老师在了，因为部落大学要面对的是16个族群，我们的所有16个族群里面并没有阿美，不是每一个族群都跟阿美族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会开这个课，其实是已经打破了过去的那种开课模式。我们很希望就是头目都要全部来。 我这次很希望是说，我们部落大学的基本盘的学员呢，就是头目要带头。如果头目没有带头的话，那我们64000个原住民的同胞到底要去哪里？我们要怎么去帮他们？那就要靠头目。真的哈，今天我们会办这个，不是只有部落大学，也不是教育协会的功能，而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国家政策。 各位哈，不要认为那是部落大学的责任，只是部落大学是一个这样子可以帮忙协助整个社区或是原住民的一个生活或是文化上面的一个协助的一个机构而已。但是呢，它没有那么大的功能。那真正最大的功能在哪里？还是在你头目里面。如果没有头目的支持，今天没有这样开会，我们就不可能去讨论刚刚讲的，到底我们要怎么把我们的那个。 青年会把它成立起来。其实我真的很希望，真的把青年会成立起来，因为真正最有够力的未来的那些人，其实就是我们现在青年。各位啊，不是你们这些老头子在那边听啊，你们应该带你们青年会的会长来这边听，是不是？是不是？真的啦哈。所以为什么我这几年不喜欢参加我们县的丰年祭？因为都是老人在跳舞。真的，讲难听，真的，我宁可回到部落去。 蔡教授他也去看过很多新北市的丰年祭，也发现都不对了。
还要去评鉴嘛哈，教授哈，都不对了，都是老人在跳舞，年轻人去哪里？年轻人在后面喝酒，这跟我们在部落的习俗是真的不一样。各位，今天来讨论不是讨论头目而已，应该下一次我们就来讨论什么？青年会的组织成员应该怎么做？青年会要怎么做？把格隆爱的那个孩子要怎么做？你们要把那些你们自己部落里面把格隆爱的孩子全部带过来，来听听课，是不是应该这样子？不是你们会而已，应该把你的所有阶级都要全部训练。所以我未来明年我可以开这个课，但是你们有这个责任要把它带过来，可以吗？头目，可以吗？区头目，可以吗？哎呦，不要讲这边可以哦。下一回我们就要评鉴，好不好？哪一区的头目是最差的，那就是县头目、市头目啊，要负责去监督。那我们下一回我们可以把这个课程放在哪里？不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开一个，比如说巴德区的青年会的所有的成员，是不是可以来这边？我们可以开这样的课，部落大学可以开这样的课。哎，那从亚美的可不可以来？也可以来。我们要训练是这个，不是就训练头目哈，因为我们要从头目开始训练，未来就是要从下一个阶级开始去走。好，所以我先跟头目讲哈，4种头目既然要连任，你就要有这个资格，对不对哈？对不对？我们给他鼓掌好不好？给他这个压力，因为新的局长要上任了，我们的4种头目现在叫4种头目啊，哎。你不是县总头目了，现在25号以后不叫4种头目啊，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你跟我一样，哎，我压力很大，因为明年我有没有部落大学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2个都有这个压力，我们就要去极力的去争取这样的一个福利跟我们原住民的一些事务的工作，尤其是县总头目要负责全桃园县的这个总头目的这个事务工作哈，没有你也不行哈。好，那我就报告到这边，谢谢。好，谢谢啊！再过4天哈，恭喜所有在座的每一位哈，创造历史，你们是第1届的4种头目，第1届的基种头目，这个历史上就有你们的名字，这个是值得骄傲的地方哈。最后还是以我们的嘎杜老师来做一个从那几个礼拜saat ini礼拜。Alhamdulillah satu kami resto mila ci pausipan akan mempurung papato kamay. 神罗阿弥神罗不好。小林，那di sana tu ninian rego rakat no paluco tu tutungai mi sana tu ni udah kagak ita no bisa bangsa hai. Lalu awal itu mak ada kita ko burung no mak kemakai di kaya kita. Ulira anaca saka makat ko no toas sama nana kia ta marai irai masadap ini terus kita. Kesana itu apa lucu? Ini itu kita sama nan abi patiran akia. Nah, kata antum kaya itu ninian. Nanai kita min kira ciskinin tu nano tu as adma itini ma perat ipaya ita ta maharawi ita pia minggu doa itu tu as usaka ai puninian minggu doa itu tu as sanai ikau rai puni aswal jauh so kami hau matia nai tirai I kamangai thairai tu as ira ku ka pecan no baru tu namra saka masadak san itira I alumana hau miki ka ikor kesana ya berta usarinto ya sumentai apa tu ya masaya apa tu kami ingudu kuliranan ikorira anu fali tsani ta ko hata kita ratan malu saka pangsari ta ini ka saya itu ka sam no tau mapana kita tu unikisi no to as mapana ta mangulo hatu uni uripita ratan uninian to kumaru tadulun mo aninya yakal irato ani hai to ko mi kari angai to nini karita na cima akia pakai dia dunia patikuan to ita ko nano ngaaya temak no to as sakasaan sa irai ko hatin mi tahidam lo kitanan ikarira
Saya tak rojak. Latak birai utang otai no tahirai diri harasa kita. Nana ikut nunian. Mintu kita bagai ni ami sapaloco cirahkan ku malu hayau kita. Tak cicil kita awas tu saya awasan. Dan jauh kita akan mentirau. Awal itu cuaca itu kita bisa pamsahai. Thailand itu hau. Awal itu siku satu nahani satu kapan aku terus terkira. Saka itiniga ko ami papaloco bitanan. Kamu tu wah hatirat bisa icil. Ami pa ini itu kamangai tak rumah kita. Ya minggu dua ya kalau kita itini itu apa ini saya dua wanita tak cesar kimur tak mafana anak kira sisi saya kulah tu arai hang kamu pasalaga itu cacawan ini namun nafanaan arai hang kamu tangi ya campur kakitan arai yang sako kalaritain minta kasal pun minta naunan tu ko laga titiniralan naunan tu ko palaga tu kalidin asan ya tu ini centoy pangalan ho media pangalan ho ina ko micumpe la tensin minta asa tungalagan lakai kunaira ko ciwai ciwau kakak ikut ke Inggris, aku sawai kakak ikut ke Inggris, sudah lumayan.